后来乡亲啊，金门今仔日真热闹，现任甲前任的总统拢去伫个金门。今仔日是823炮战满61周年，蔡总统就任以来第一届到金门去主持着公祭追思的仪式。总统讲，无当年的奋战，都无今仔日的中华民国台湾。马前总统嘛去金门参加纪念会，正拄好两个人小拄头，搁伫遐讲话握手拍招呼。 我们现在位置在金门大桥，总统蔡英文来这里视察工程了。不过今天最重要的行程呢，也就是稍早，蔡总统到太武山的忠烈祠来主持823炮战61周年的追思活动。带您来看稍早情形。 蔡总统主持的823炮战61周年公祭献花仪式后，有家属忍不住一直哭，虽然讲已经经过几啊十年啊。 想到同款的艰苦，蔡总统赶紧安慰这个阿嬷。蔡总统嘛重视823炮战的精神。没有当年的浴血奋战，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自由民主的中华民国台湾。今年要来，今年再来，互人积极讲，敢是为着选举。 今天来这里是我的既定的行程了哈。在今年1月2号以后其实台湾面对的是一个新的情势也就是中国方面提出来1国2制台湾方案。总统有赶紧澄清，最近美国卖台湾 F-16V 战机引起中国国台办点骂民进党，总统讲是中国失言，希望中国做一个好厝边。 马前总统今仔日嘛伫金门，虽然讲两人无做伙出席追思活动，也毋过有见面，两人嘛有握手，同时阁有开讲。马前总统阁将这段影片铺上伊的面册。